1953年1月29日，郑丽君伫云林县埔中乡的一间山学院出世。自细汉，郑丽君就爱唱歌，真甜的笑容、好听的歌声，渐渐受到注目。 郑丽君变做一代名称，伊当年的厝嘛，互县政府核定做古迹，是郑丽君纪念馆。外交部晚间灯火通明，就在中非与中共复交不到7个小时后，我国也立即宣布与中非断交，自即日起停止两国间的一切合作。1998年1月29日，中非共和国和中国复交，和台湾断交。 从去年10月，中共驻联合国常任代表秦华孙以安理会轮值主席的身份访问中非后，我与中非的关系就出现了变化。而显然，这次中共开出的条件占了上风，使得情况急转直下。当时外交部长吴志强随前往台湾伫非洲的其他邦交国稳定军心和邦交关系。